哇！嗱呢啲冰啲㗎啦，呢啲再350打上1號350蚊卡夠。哇！呢12條，如果對產品有要求嘅炮仔，必買㗎啦呢啲，因為全部都唔過千㗎，成條冰綠嘅嘢。你睇下350已經咁冰啦。嗱，跟住嗰啲價錢會打上啊！如果你個筆值已經去到呢度嘅，就買1號啦，350。好，1號350。本週本星期最重點就係呢手貨，因為好多放咗假國慶節，我採購唔到啲乜，我照上。跟住哇，國慶節仲上嚟採購，係啊冇錯，因為上個禮拜打風去唔到，要3條做頸鏈。咁我同你揀先。咁咧CY，我想問下咧，你係想要綠啲、冰啲，定係純啲？係啦，我揀俾你先，因為你要訂就，你要鮮啲、深色就冇咁鮮㗎嚇。你要鮮啲，定係深色啲，定係要冰啲？你，因為你冇可能滿足晒所有條件嘅，係啊，我可以幫你揀先，因為你要揀3條嘅就，嗱你揀。你要鮮色啲啊，深色啲啊，定係冰啲？你話俾我聽你要求，係啦，因為冇可能一次過3個滿足晒，因為每條都個零嘅，係啦，你話俾我聽，我同你揀先，我等你覆我先出，好冇？因為你一次過要3條就要配咗俾你先嘅，唔係配散咗配唔到俾你。冰同鮮得唔得？嗱，其實講真，如果你鮮咧，打上嗰啲比較深色嘅，其實就1、2、3號呢3條。如果你要鮮嘅，就呢3條，因為打上嗰啲咧就冇咁鮮噶啦。呢3條都好冰噶啦，其實你見到透鮮嘅呢3條，就1、2、3號。嗱，睇一次，嗱你有權要先，1號350，呢3條係最鮮嘅，跟住打上嗰啲深色冇咁鮮嘅，2號360，同埋都幾純嘅啦。呢號3號380。其實好靚噶啦，已經呢3條做條頸鏈，加埋幾錢啊？350、360、710、1090，1100蚊唔使呢條頸鏈，要唔要？係啦，嗱你鮮同冰就呢3條啦，就即係啱你啊！即係我想買啲貴嘢俾你嘅，但係問題你嘅要求就係呢3條啦。好嗱，呢3條要唔要？開唔開？開嘅，同你開晒佢，跟住開完我先睇埋落去其他嗰啲，俾其他朋友仔睇。好，1、2、3，我開俾你。係啊，你嘅要求就係呢3條。如果你信得過我嘅專業眼光，冇理由話自己專業喎嚇。咁好似有啲字唔好，專業係你哋講嘅，唔應該自己話自己專業。好，多謝信任啦。呢3條都好靚啦，呢3條，好嘛？睇得下呢3條。咁咧就360、350、380，好，跟住打上啦，跟住去啦，個色深啲㗎啦，跟住。當然你覺得個色深，你想配多條嘅，你同我講。係啦，去到後邊嘅，你可以再買多條深嘅，因為得12條啊。350、360、380。本週嘅重點嚟㗎，呢12條。好，跟住呢條4號，4號深色啲啊，見唔見到？4號深色啲啊。4號389。呢條5號。5號389又係，6號400啦，去到，哇有紀錄喎，有6號400，卡9啊，好強啊卡9，成條色又有質，好咧7號400，必買呢手貨，得12條嘅，多都冇，好 dis 6號得，一陣開俾你。買多2條都唔怕，你8號430，因為平時邊有呢啲幾百蚊成條有，係呢段時間嘅啫。佢處理呢件石，佢買入咗其他石等錢用，其實佢可以要我高啲個價，
爆483，但係佢入咗好多石等錢用，係啊，佢都唔等啊佢。嗱9號個色好深啊，9號係成手貨個色最深啊，9號450，最深色啊呢條，仲深色過10、11、12啊！如果鍾意玩深色嘅朋友就呢條9號450。哇！10號好靚啊，跟住個價錢會嘣個聲跳咗上去嘅，越嚟越靚啊！哇！呢條冰綠好靚啊 ，Cherry 喺度？之前你話想買一條，嗱呢啲就係嗰啲級數，10號500蚊 Cherry 喺度今晚，9號 KOU 得，10號500蚊，嗱有少膠感啊已經去到，好跟住11，哇好靚啊11 600，11 600。啲10號得，哇幾純添啊！去到卡9喎，大佬你平時冇可能買嘅，真係我真係撞啱佢等錢用。11號600，好最貴呢條12號，12號680，最頂啊呢條。11美麗先嘅，唔好意思啲11號，好呢條12最貴嘅呢條12 688。好啲12，好 OK 開貨。6號、10號、12號，唔係6號、10號、12號啲 list 嘅 KOU 唔好意思啊，買咗12號。6號、10號、12號啲 list 嘅，攞個大啲嘅袋先。500、400、688都唔使2000蚊呢條成條冰綠卡9，哇！你出去買俾我睇真係500、400、500、688都唔使1500蚊3條做條頸鏈，400加500加680 ，Dilis 真係好大喎真係。1600蚊到，好，跟住咧就係9號 KOU， 11號美麗，9號 KOU， 等陣先，我覆個信息先。好，跟住呢度咧就係9號450 KOU 最濃色嗰條啊。好，跟住美麗係11號呢條。600，好嗱，我覆多次，好覆多次，哇！真係呢手貨，卡9滿色嘅，有種水嘅啦，得買剩4條，有12條，好嗱，再覆多次，睇下有冇人再開，好難翻㗎呢貨呢啲價。我都覺得奇怪真係，4號389，最緊要咩？我冇坐地起價啊嘛，翻到啲有種有色卡9，完美度接近100嗰條咯，真係好大嘅呢手貨，哇！有啲真色喎，3號4號389，好呢5號389又係5號389，好7號400。好啊，當然要埋4唔得，7號400賣晒啊！真係好誇張。嗱呢條都幾綠啊，呢條7號。嗱嚟啊！8號483，嗱搶唔到冇辦法啦，有12條俾你揀啦已經，4、5當拿得。期間先做到咁平嘅，走兩條。我賣晒，我覺得今晚呢啲手貨係會幾好嘅，但我冇諗過差唔多買剩2條，有可能買晒添嘛，再有人要就買晒㗎啦。比我想象中更好嘅反應，真係綠色嘢好貴啊，仲要有種水咧，仲要
好 CY 要埋8號得，哦買剩一條啦，389乘2 Donna， 唔好放過啦呢個卡9喎，你揾俾我睇啊真係，買晒啦真係，8號就係CY， 唔好放過呢個。抵到爆炸呢啲真係，我可以要貴好多錢嘅話俾大家聽啊呢個。不過有時，唉，大家開心。好，Donna要埋8號得，要埋得，好全部7號Donna要埋得，全部買晒，售罄。得，知道Donna，售罄，全部買晒。綠色嘢係好。